诗篇31篇，大笔的诗交予圣乐长。上主啊，我靠你做我的保护，求你互我永远袂失败见效。你是公义的上帝，求你解救我，求你压耳孔听我，赶紧来救我，做我坚固的石盘，做堡垒拯救我。因为你是我的山岩，我的堡垒，求你照你的名领导我，引带我。人暗中设罗网，要网我，求你救我脱离，因为你是我的堡垒。我将我的灵魂交代你，上主信实的上帝啊，你会救赎我。我也莫轻调无路用的偶像的人，我只有信靠上主。我要因为你的慈爱欢喜快乐，因为你有看见我的艰苦，知我内心的苦痛。你无甲我交伫对敌的手。你互我的脚徛伫开阔安稳的所在，上主啊，我伫患难中求你怜悯我。我的目睭因为忧伤火气，我的心神、我的身躯衰弱，我的性命因为忧苦消尽，我的年岁因为哀伤减少，我的气力因为我的罪过衰烂，我的骨头孤单，我所有对敌拢凌辱我，我的厝边甲我侮辱。连捌我的人嘛拢惊我，伫路呢看到我的人拢闪开。我亲像死人，互人袂记得，无人少年。我亲像破去的器躯，互人献杀。我听见真侪人四界伫造谣，周围充满恐怖。因参详要攻击我，计谋要害我的性命。上主啊，我犹豫要倚靠你。我讲，你是我的上帝。我的一生伫你的手中，求你救我脱离对敌的手，甲困逼我的人。求你用你的面的光照你的路卜，照你的慈爱拯救我。上主啊，求你互我无至到见效，因为我求叫你，求你互歹人失败见效，互因伫阴府恬恬无话通讲。愿你互白贼的喙变下狗，袂阁骄傲看轻，滥散侮辱义人。伫世间人面前，你为着敬畏你的人积蓄的恩惠偌尔大，你为着用你做避难所的人所赐的恩惠偌尔好，你甲因藏伫你的面前稳捌的所在，因才免陷落人的阴谋。你暗箭保守因伫帐幕内，因才免受喙子的中伤。上主应该受称赞，因为城受围困的时，伊有对我显出奇妙的疼。我捌着急讲，你甲我赶出，毋插我。毋过我求救的时，你有听我恳求的声。上主圣的子民啊，恁拢着听伊。上主保守忠信的人，严严报应骄傲的人。所有仰望上主的人啊，恁着壮大，心坚固，心坚固。嘛通译做，伊要坚固恁的心。